心思變得快，而是有人在中間圖謀。一定是那個魏夫人，還說什麼秦魏聯姻，佳偶天成，背後卻……王後，還是再往近處想想吧。近處？難道是芈月？不應當啊！芈月要爭，應該為公子季爭，怎會推別人上位？再說那芈月與魏夫人也是不共戴天。這正是他的聰明之處。他這樣做是一箭雙雕，既可以讓大王相信他毫無野心，不必對他進行提防，而且還可以收服魏夫人母子，做他的刀槍。待公子華與公子當相鬥下來，兩敗俱傷，那得利的人一定是他和公子季了。快，扶我去找當兒。王後，您還病着，事不宜遲，我要讓當兒去宣示殿找大王，求大王允准他們的婚事。父王，公子，大王正在批阅奏章。父王，大王，知道了，母亲，你先下去吧。父王，儿臣请求与魏国联姻。理由呢？大秦与列国联姻，趙國和秦國同宗同姓而不婚，還有楚國和燕國，他們已經與秦國聯姻，齊國總與秦國為敵，韓國又過於弱小，而自函谷關之戰後，魏王痛悔，驅逐了公孫衍，並派使臣頻頻向大秦示好。兒臣以為，當今之事能與兒臣聯姻的，唯有魏國。若與楚國親上加親，豈不更好？收服巴蜀之前，蜀國頻頻與秦國作對，他背後就是楚國在搗鬼。還有呢？魏齊兩國從不和睦，若是能與魏國聯姻，秦魏兩國便可聯手討伐齊國。寡人苦心教你這麼多年，都沒有把你教得思量深遠，不成想一個魏國女子就能夠讓你長大了。父王允准了。父王，父王！大王身子不济，该多歇歇。心里头的事情太多，不知道该是喜还是忧。若是公子当的婚事，那該是喜事。寡人原本並不想讓他這樣早便娶親。食色性也。王後與魏夫人歷來不和睦，當兒卻硬要娶個魏國公主回來。大王的意思是，公子當想娶魏國公主，王后不中意。王后也主動向寡人請求賜婚。哦，你也覺得奇怪？王后愛子心切，雖在意料之外，但也在情理之中。你說，寡人是否該成全他們？大王是說，成全這對小兒女的情分，還是成全兩國聯姻結盟？這兩者皆是。若於公於私都好，芈月無話。可寡人看到你眉頭皺得很緊。月兒想問的是，一旦公子當大婚，這太子之位，大王就真的有意於公子當了？寡人並非沒有思量過華兒，也私下做了些打聽，沒想到新近得到消息，
花兒到了封地後，有不少秦国旧族找上门去，那些人个个对秦法新政抱有成见，对没立公子华为太子大抱不平。公子华对他们的鼓噪却未置可否。相比之下，當兒就算有缺憾，但也是旁枝末節。而且，當兒馬上就要娶親，身居楚魏兩國的背景，再加之楚離子等朝廷重臣的幫襯，這太子只怕不得不立。月兒明白。你明明心裡還有話，不要讓寡人猜了。事到如今，兩害相權取其輕，大王應當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做。大王，迎夫人到了。大王，长姐来了。长姐，坐。寡人近日身子不济，只好派人接长姐进宮。大王已經允准公子蕩與魏國公主結親。此事就這麼定了。既然公子蕩這門婚事已經定了，這太子的位分恐怕也不能久拖不決。當兒實在是，所以不得不請長姐前來商議。不知大王的意思是？當兒雖然努力，但生就性情莽撞，有血氣之勇，無變通之謀。太強必折，太張必缺。作為王者，要寬嚴有度，剛柔並濟。公子蕩是璞玉，欠缺磨練和挫折。只要大王肯給機會，讓他多多歷練，不怕璞玉不成寶玉。大王，你看公子季如何？年齡尚幼，加之芈八子不情不願，寡人不想勉強。臣弟有句話不得不說，這立儲之事在朝堂上已經議論多時，宮中總不太平也與此事有關。大王該是聽